今日我 meal prep 勁好食又易整嘅嫩滑雞腿。Hello， 我係 Luca， 有 follow 開我嘅話都知我係住喺 Tasmania 北面啦。出街食選擇少又貴，大部分時間都係自己煮。但係返工太忙，所以我會一次煮3-4餐。呢盒呢就係 Coles 買嘅大皮雞腿，10蚊1 kilo。首先煲一煲水，放入葱段同埋薑片。然後加啲花雕酒，我會沖洗下啲雞肉先嘅，將雞皮上邊殘餘嘅毛咧掹走佢啦。然後將啲雞肉放入個煲裏邊，呢個時候啲水就會冷卻咗嘅。用中大火繼續煮，直到佢滾為止。咁見佢滾呢，就可以冚上個煲蓋煮3分鐘。3分鐘後就熄火，然後唔好打開個蓋，用餘溫燜佢30分鐘。燜嘅時候呢，準備個醬汁。我就中意薑葱蒜同埋少少辣椒，加啲生抽，再淋埋啲滾油上去。30分鐘後就可以拎啲雞肉出嚟噶啦。皮嗰邊呢，就向下擺入啲冰水度浸2-3分鐘，咁就搞掂啦。啲雞肉真係好嫩滑，一啲都唔鞋口，而且煮一次可以食4餐，正啊！